行政院合委会97年的统计，推动业内行业广义来讲有7万3人，将差不多上升。池上、关山、鹿野也都在台9县乡中国区的乡镇，喺大家各地的客家中，不过在海岸山脉的那一片。 台11县乡嘅中头也許多行業，不過喺大各省如果少本人注意到，推動海事嘅鄉鎮，別對長濱、成功、東河，一直到台東市、太麻里、太武旅遊行業。 成功鎮嘅成功澳，即係海人喺東海岸遷走登陸嘅所在，更加係在嘅講憲法上好位置，係來自屏東內埔嘅文泰坤創立碑，以及當時係東台灣親友後嘅。另外人講山東頭家嘅松子熬家族，對成功嘅農業發展也有非常重要嘅影響。還有海岸山脈上嘅嘉美山、萬山萬影，如係人講。 嘉美地區羅氏來氏嘅都市感，也見證呢嘉美山統領宋番古嘅家族歷史。東海岸客家腳家嘅內列之夜，林秋蓮蔡一場路帶大家對呀三隻家族來認識台東成功鎮行人嘅前世故事。 佢擺到下住世界，先講五時總係啱啱嘅肉啊！即650啊51 52 53 699啊699加嚟700啊講面啊700當日下晝2、3點，唔想連沙轉到來，唔免趕起，家家老見半夜打到嘅鵝送來捧賣。 黑皮旗鱼、红肉旗鱼，还有芭蕉旗鱼，还有剑旗鱼，5种。哪一种价格最高？白肉旗鱼啊。為什麼？好吃啊，油脂多啊。拍皮旗魚捧賣價1公斤，體重最大600個元，旗魚通牙到至200公斤，收起來至每出為10個萬元。所以午飯唔單搶捧賣嘅世界，收嘅外價。 還會練出判斷價值嘅好功夫。就是要判斷它的那個油脂，還有肉質，新鮮度這樣。油脂越多越好。啊，第二就是保鮮要好。 如果抓起來那個冰不好哦，也是那個肉質破壞掉，也是沒有用。旗魚係台中非入性魚類，當然冷片東北季風之吹，旗魚除為地台灣東部海域無超見過嘅素材出現，係那新公主就係台灣旗魚嘅主要產地之一。 大概有20，将近快要到30个标渔船的标手。这个是只有台湾跟那个，我台湾只有成功镇跟那个南方澳有。新公主讀旗魚嘅歷史，是為對日本時代貢獻。日據時期後是千葉縣、和歌山縣、沖繩、琉球，跟偏南人日本呢跟偏南人過來，是來這邊做技術的一個漁業的一個那個移民。 我們搞，就是右邊一點，右邊，然後有時候就是架這樣的。現在是用弄花
看内底、看外口的安尼尔啦。现在新的这个我们叫他啦，他会来问你，哟，你说我们讲是什么啦？什么啦？听无，然后就乱了，乱了也不行啊，那个旗语就追不到了。先讲1992年就好，係東部地區最大嘅五港，係那大同的新公園嘅繁榮。日治時期，他沿着東部的海岸去探勘，他發現成功鎮，它也是有2個南北珊瑚礁，它可以用最少的錢，然後蓋最好的天然良港。這個漁港實際上對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因為這個漁港才有的這個城鎮，才有這個方便的交通。嘉良市對屏東內部帶來嘅數目加速，對新公園5年嘅發展，係那就當重大嘅影響。而嘉良市本意很就係善當調價。有些客家人的老板他有錢，但他不從事漁業嘛，他比較不懂，他可能下了漁船就會暈船。那一些打魚的，他沒有漁船，就這樣結合起來。因為一般的漁民就是沒有錢，不可能有漁船。那陸地上的山頂頭家呢？他有錢，他有錢的話，他沒有經驗捕魚，扣掉開支以後，這邊全部的漁獲款，他是老闆是1/2對分的，然後1/2是船員再一起分。佢做新船的，會準備下水，就做一個糍粑，本塔啊，最多有同時有六條船的，6條船的就係50-60個人的船員，伊啲家庭的生活全部我哋要先準備啊。可能就將一種錄像片，宋美珍講的加速嘅風險歷史。我公司太平，你不會告訴啦。那時候荷蘭也去台灣碰，也去日本。內部的有志之士新年哈，就發動也去6隊就抗日啊。幫妹擔任日本兵，宋安邦幾萬人曬到新公園。也同歷史對宋美珍嘅阿爸宋子敖嘅水筆插記當中都清楚下來。來到新公園，宋國新地的用盡地雙飛，見人插貨龍結兩條勝利，天天嘅建立生涯基礎，喺啲雙飛後背起來就見火風，也咪係新公園為這個客家祠堂。民國12年嘅阿公過嚟呀，嘅係。嘅是三合院，也前面就有個母堂，也送人的祠堂。個報妹五個比賽，拆睇兩片網屋，兩下是做在對錄像片當中看出原來嘅容顏嚟。所我生涯發達過後，就開始賣農田，唔過未老山當挑價嘅模式強壯，佢哋模式自耕種，係讓農田水本田農。首先嗰對版本，差唔多有40-50個，做真態嘅生意啊！我也個磨也個卡數啊，就喊呢輩嘅親戚朋友來也聽書。做乜嘢是家行公家透露，啲地方行當做名望，係嘉良市有錢人派起來提性命。哈那新公園甚至就得講係嘉良市嘅東台灣提入錢用日本錢28萬元嘅溫台款，強弱咪係對屏東內部類嘅行業，佢比上部就嚟提咗30年到新公發展。這個商號大概只在民國5年左右建的啦。那麼現在留下來這個遺跡大概是1/3啦，以前差不多3倍大了。186期是建築係東海岸提質建點了。講憲法上號，民國85年台獨必發，破壞第3股2股位置，是當時在場面還留嘅看得出上號名。包羅萬象雜貨都有啦，糧食有啦，米啦，或者是大盤商
那么这个东海岸的这个小麦的人都是在这里批发哈。该六十问台困大类分的火老进两道，未变做冬天的出面，现推发民生必需品的开始。下地上河对面就系文物老屋的位置。水泥呢？这个东台湾第一次水泥的房屋呢？哦，真的、哦？这是那个文代坤先生哈、他同治年代来这里的时候，他的支家了，也是他本来是听说是盖那个茅草屋啦。他住在这里以后呢，在前面就盖那个商埠。也会係行業的東海岸最早的了解所在。温台坤為地下建立上河，除係認為兩隻天然光本基就體力、人數豐富嘅地片，甚至連中國社嘅用地兩條所在都會預示兩隻港口。火車還沒有這個通的以前那個地方的這個交通就靠這個天然港，就在這個地方運貨，在這個越過山運到這個義地那邊去。這位先就從係冇海兩幾家衛星嘅港口，所以本意喊做青港澳，幫門貴做新港澳、小港。這個地方有那個酒家，有妓女，還有旅館、飯館，還有這個裁縫店、鐵匠、木匠的職業了。可以說，這個地方當時是很熱鬧的地方。回龍一群一群達到回順，佢哋寫上呢天地港口，東南向上按點前嘅所在，就去共建安好。睇嚟行政中心使到呢一刻嘅時期，老先講五講就好過後，小講就甜甜咁沒落嚟。不過呢一從住建住包36年嘅小講天橋橋，點都係建築內兩段歷史。前廣澳天後宮啊，是在這個同治13年哈。是1874年，这个盖的。当时这个汉人在这个东部这个寺庙很少可以说这个庙啊，是这个台东最早的一个妈祖庙。จาก民國35年，日記普及了，該兩區使到成功嘅行業如700孔師傅。其中對土著廟內嘅行業有279戶，花蓮23戶，屏東249戶，呢啲行業戶數加起來391戶，出佔嘅成功證行業一般合格。喺那啲當中天朝嘅講到嘅，除回岸山麥號，跟美山同樣送過嘅故事。箱20斤的，然後還有這一箱，總共6箱20斤。這個先宅配，這個等一下，這個還沒，這一個5張連在一起的先宅配，因為他明天一定要拿。當年15年係成功杜此間嘅3季，雖然達到當季嘅杜此間，本意喊做係間中之寶，因為佢係間幾類當中經濟價值最高嘅，從而直接出建啦為200個元，為本意喊做係杜此間，隨住為幾條杜咗一隻當貼嘅嘅杜此法。伊指示推都會用日本人來檢驗，伊感覺那邊的土質、氣候，還有海拔，非常適合集成跟柑橘的那個種植。嗰條是日本人見證參演主席會上，找來西普之面到山當種柑麼，所以贊助柑嘅山嘅紅名上。以前伊比石頭路夠有錢啊，呢一張嘢30萬元呢。警察的拿17、18的元，20萬元。哦，爸，有上海時代嘛是蓋引導的引導的，袂歹啦。哎呦，蘇家人攞埋引導。引導真勁啊，係啊。看嚟老相片上到頭擺，這個兄弟日本書會睇呢阿爸宋范谷對屏東賽到成功。宋范谷在開始自家住沙來開闢，天天嘅穩定過後，將老屋行業接到推動。佢早啲都實派嘢啊，存到三門梯啊，伊咧太陽叔睇下邊帶啊，佢都走去過來，睇下過來是咩睇啊？睇吉林山嗰邊，南邊吉林山，
伊功夫迄那赛过也变搞不上。真艰苦哦，鱼啊，当然嘛欠人，这样俺们兄弟做啊，干咩出来，买那晚啊。功夫过后，全部建设得到甘米山建军县选定芙蓉农场，继续开拓甘米产业，为建立的甘米山同样的地位。海风停停了吹，一去冇变。海天球色的美景，总系本人看到冇想真。客家人快上大拿来到辛苦，克服困难的环境，快从事业，为写下的日日辛苦的故事。